嘉义市为着要甲台语教育加入去特色课程当中，要举办台语天文的活动，而且佫用台语来教囡仔安怎讲天文的名词，是希望讲囡仔会当学习到科学知识以外，嘛会当了解到台语会当讨论任何知识。这比较难，好，听一下，听一下。音乐。教囡仔用台语念天文名词，家己市的国小配合母语日举办天文知识活动，家长参囡仔学天文知识，嘛顺续学台语。再多学习一些知识，一些其他的刚刚介绍我就不再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啦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啊，绝对大家人重点拢学英语嘛，这较主流啊。哦，从华语可能去，所以这个母语也无你提倡，无像这款那个提倡吼，来办来引起大家的幸福吗？注意吼，啊来鼓励爱亚经济，我头讲重点要爱亚经济。家己市南潭国小伫家己市努力推广天文科学教育。这届配合世界母语日的活动，结合市内20间学校甲单位，甲母语元素甲天文科学教育甲做伙，佮安排无同族群的表演节目。互囡仔来熟悉讲天文的知识，啊，甲咱母语无共款的结合，互囡仔伫生活中就会当体会到咱天文的趣味，啊嘛会当用母语来介绍咱遮的天文的知识甲科学的知识，互咱母语会当应用伫咱的生活中。有一寡家长反映，虽然是推广母语的活动，主办单位安排的地书也是活动，也是真使用华语。还有谁肚子饿的？大声一点，大声一点！哇！家己市母语文化教育协会表示，母语的推广毋是干那伫教室内底教囡仔，整个社会甲大人嘛拢需要做伙学习，才有法度改变目前愈来愈少人讲台语的情况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